回想一下，你上次聽電話係幾時？唔係嗰啲問你借唔借錢，或者通知你有扣押咗嘅包裹嗰啲喎。你會唔會有時都渴望悶悶地嗰時，一個電話就能夠聽到一把有文學氣息嘅聲音呢？幾十歲人唔使幻想啊，不如試下打俾首詩啊！你冇聽錯啊！由而家去到8月30號，M+ 博物館舉辦緊一個叫做致電一首詩香港嘅活動。只要你打下面呢個電話號碼，你就可以聽到30位當代詩人或者音樂人嘅詩作。有好多作品可能 Apple Music 都未有嘅，我都幾肯定冇。而家即刻打去試下先。Dial a poem， 華田，鍾國強。我們陽光進去的時候，便發現裡面的粉末都凝結了。係咪正先？就算自命唔識文學嘅人，好似我咁，都可以打去感受一下詩人嘅情感同埋詩歌字詞嘅音調同埋節奏㗎。最後送多一首我好中意嘅香港詩人紀幾何喺佢本數學詩集《平節頭睇的鄉愁》裡面嘅一首詩俾大家。點？紀幾何？沒有長度、闊度、深度、氣度。只有存在，單純地存在。